大嘴鴨的私隱風波。聖誕節就嚟到啦，深之湖村莊充滿住濃厚嘅節日氣氛，每家每戶門前都掛滿咗五彩繽紛嘅聖誕裝飾，而小朋友都好期待收到聖誕老人嘅禮物，同參與各式各樣嘅慶祝活動啊！呱呱，聖誕節終於到啦！我一定要睇聖誕電影《蝴蝶俠》，而且要收到超級多嘅聖誕禮物同埋遊戲裝備。為咗俾深之湖嘅村民共度聖誕佳節，深之湖戲院決定以先到先得嘅方式向村民送出免費戲飛。呱呱，阿妹，快啲嚟睇下！只要掃描呢張海報上面嘅二維碼，並且輸入姓名、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同埋電郵地址，就有機會可以攞到聖誕限定電影《蝴蝶俠》嘅免費戲飛啊！呱呱，哥哥，但係呢啲都係敏感嘅個人資料，你唔驚我哋嘅資料外泄咩？呱呱，唔使擔心啦，冇咩風險嘅，我哋普通村民嚟嘅啫嘛，又唔係啲咩出名嘅人。冇人會對我哋嘅個人資料感到有興趣嘅。大家諗下，如果你係大嘴鴨哥哥，你會唔會為咗攞免費戲飛而提供自己嘅個人資料啊？大嘴鴨哥哥填寫咗佢嘅個人資料之後，就見到一段好長嘅文字。標題寫住條款與細則。呢篇文章又長又深奧，乜嘢資料用途、個人資料披露，真係麻煩啊！全部揀晒同意就得啦。呱呱，終於填好晒啦，即係希望可以快啲去睇到蝴蝶俠。幾個禮拜之後，大嘴鴨哥哥個手提電話忽然不停咁響。你好，我係黑心銀行嘅銷售代表，請問你使唔使借錢啊？呱，冇需要喎。喂，親愛嘅顧客。而家你可以以優惠價購買胡桃大廈嘅單位啊，先到先得噶。你使唔使買樓啊？呱，唔使啊，都話唔使咯。大嘴鴨哥哥感到好疑惑，又好困擾。呱，點解我會收到咁多奇怪嘅電話嘅？我唔使借錢啊，都唔使買樓喎。大嘴鴨哥哥並唔知道喺佢填寫表格換取免費戲飛嘅時候，原來佢已經同意咗同第三方分享自己嘅個人資料，用作直接促銷。有一日，大嘴鴨哥哥又收到陌生電話，正當佢以為又收到騷擾電話嘅時候，電話另一頭嘅人話：你好，我係幸運百貨公司嘅員工，恭喜你成為聖誕抽獎嘅幸運兒。只要你提供父母嘅工作、身份證號碼、手機號碼同埋住址資料，就可以立即得到新款電子遊戲機一部。我哋係人人有份，永不落空㗎。呱呱，我就最中意打機噶啦，但阿媽成日都唔肯買俾我。哼，而家咁簡單就可以拎到部遊戲機，真係正啊！狐狸同小白兔啱啱好喺大嘴鴨屋企玩，就聽到呢一番對話。哇！大嘴鴨，你就好啦，咁好彩，快啲把握機會提供你父母嘅資料啦。嗱，你攞到遊戲機之後，要同我哋一齊玩噶。大嘴鴨，你諗下喎，嗰啲係你爸爸媽媽嘅資料，我覺得唔可以隨便話俾陌生人聽咯。如果唔係，後果會好嚴重噶。大家諗下，如果你係大嘴鴨哥哥，你會唔會向陌生人披露你父母嘅個人資料啊？
由於大嘴鴨哥哥非常希望得到遊戲機，所以就將資料交咗俾對方。反正佢爸爸媽媽都唔會知啩。呱呱，我阿爸呢就叫做詹米，係一個工程師嚟嘅，身份證號碼係 A1234567，電話號碼呢就係87654321，今年呢就45歲，住喺深之湖深深花園。你快啲將遊戲機寄俾我啦！多謝你嘅合作，我哋會盡快將遊戲機送到你屋企。再見。大嘴鴨哥哥等咗好耐，好耐，都係未收到部遊戲機。同一時間，大嘴鴨爸爸張相竟然俾人整咗成為海報，並貼咗喺深之湖嘅每一個角落。呱呱，係邊個偷咗我張相，又亂咁整到咁嘅樣啊？真係太過分啦！原來電話入面嘅百貨公司職員係由騙徒冒充噶。騙徒打算整蠱大嘴鴨一家，喺攞到大嘴鴨爸爸嘅資料之後，就好輕易咁樣喺社交媒體揾到佢張相，仲好曳咁喺佢張相上面加咗蝴蝶結同埋條裙，印埋做海報啊！呱呱，係唔係你哋洩漏咗我嘅個人資料？呱呱，我唔知道嗰個電話係惡作劇嚟嘅，我以為俾咗資料佢，再拎到部遊戲機，所以咪將你啲資料講咗俾陌生人聽咯。呱呱呱呱呱呱呱！大嘴鴨哥哥俾佢爸爸鬧咗一餐，感到好委屈啊！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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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佢好失落咁樣返咗入房。佢返咗入房之後，發現部電腦突然彈咗一個叫做八爪魚遊戲嘅網上遊戲出嚟，於是佢登入遊戲網站，打算註冊一個賬號。呱呱，首先我要揀一個最有型嘅名，天下無敵大嘴鴨。咦，仲要提供信用卡資料喎。大嘴鴨哥哥真係好想玩呢個遊戲啊，但係佢冇信用卡。就喺呢個時候，佢見到媽媽張信用卡就擺咗喺台面喎。呱呱，不如就填阿媽嘅信用卡資料啦，橫掂呢個遊戲都係免費嘅，根本都唔會用到阿媽嘅錢。哥哥，你好似仲未得到媽媽嘅同意，就用佢嘅信用卡資料，咁樣好似唔係咁好喎。呱呱，你咪理啦，再唔填啲資料啊，就冇得打機噶啦。大嘴鴨哥哥最後都係填咗佢媽媽嘅信用卡資料，不過佢玩唔夠半日，個遊戲網站就突然宣布停止服務。呢個時候，大嘴鴨媽媽嘅手提電話出現咗一段信息：呱呱，銀行信息喎。吓？咁奇怪嘅？點解我張信用卡有一筆1萬蚊嘅交易㗎？原來大嘴鴨媽媽張信用卡被不法之徒盜用咗啊！呱呱呱呱呱呱！大嘴鴨哥哥又俾佢阿媽鬧咗一餐啊！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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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呱！小白兔知道咗之後，就諗起深之湖有個德高望重嘅長老胡爺爺。佢將大嘴鴨哥哥所做嘅所有嘢講咗俾胡爺爺聽，希望大嘴鴨哥哥之後唔會重蹈覆轍。胡爺爺聽完之後就去咗揾大嘴鴨哥哥，並教佢保護個人資料同埋尊重私隱嘅重要性。我哋一定要好好咁保護自己嘅個人資料，唔可以隨便將個人資料透露俾其他人。一啲不法之徒可能會將你哋嘅資料作推銷、起底、欺凌咁嘅用途，特別係有關財務嘅個人資料啊！如果被人盜用嘅話，後果可能係不堪設想㗎，好容易會招致財務嘅損失。我哋切勿為咗眼前嘅利益
而透露自己嘅個人資料啊！騙徒嘅手法層出不窮，可以通過唔同嘅方法誘使我哋披露個人資料。所以呢，我哋絕對唔可以盲目咁相信網上嘅資訊，尤其係來歷不明嘅信息啊！呱呱，咁除咗保護自己嘅個人資料之外，我哋仲有咩地方需要特別注意呢？喺分享其他人嘅個人資料之前，一定要先得到佢哋嘅同意。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私隱，我哋要尊重佢哋嘅私隱啊！喺任何情況下，向其他人披露個人資料之前，都要三思而行啊！點解要保護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係每個人重要嘅資產。遇到被其他人喺線上或者線下透過智能裝置、手遊、電郵、通訊軟件、社交媒體等等，要求提供你自己或者屋企人嘅個人資料嘅時候，我哋必須要注意點樣保護自己嘅權利。隨便向其他人提供個人資料，可能為自己或者屋企人帶來傷害或者損失。所以我哋一定要小心求證，了解收集個人資料嘅範圍、目的同埋用途，拒絕所有不必要嘅要求。尤其係涉及一啲比較敏感嘅個人資料，例如身份證號碼、財務資料、生物識別資料等等，我哋必須要加強警惕。任何第三方只可以喺我哋同意嘅情況下，將收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作為直接促銷嘅用途。而我哋係絕對有權利拒絕。我哋千祈唔好輕信其他人嘅要求，以防落入不法之徒，好似騙局、起底欺凌、釣魚網站等等嘅圈套。我哋亦唔應該為咗貪方便或者小便宜而出賣自己或者屋企人嘅個人資料。我哋喺網上分享生活點滴嘅時候，亦都要小心，注意我哋留下嘅數碼腳印，避免不必要嘅資料披露。不法之徒搜集同埋利誘我哋披露個人資料嘅手法層出不窮，我哋要時刻保持警惕。如果有任何疑問，應該盡快話俾家長或者老師聽，尋求佢哋嘅協助。